后来继续来看台中发生一件车祸，33岁驾驶啉酒，搁驶车，驶到一个路口要来转弯，可能是驶伤紧，直接冲起了人行道，弄断路树，弄破护栏，栽落9米深的大排水沟，规台车是弄甲密密麻麻。啊，若驾驶变啊骨断去，规身躯是切甲大空细字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这个酒测值是高达0.51，互警方移送法办。红色轿车驶较真紧，经过路口要转弯的时阵，又完无减速，直接冲起了人行道，弄断护栏，栽落大排。讲一个我足大声啊！出来看路拢无看物件。当时是透早4点外，附近大楼的保全听到声音，喊出来看，无发现故乡。后来才发现讲，原来这台红色轿车已经栽落大排，规台车是写甲密密麻麻。驾驶要载人，也毋过规身躯切伤，变啊骨刺，互消防队救起来送病院。051哦，你的酒没有退哦。那已经达公共危险。加在查甫人无性命危险，今日日透早，33岁姓张的查甫人驶车，经过台中正成路这个弯的时阵，冲入大排。警方随后发现，伊酒测值是0.51。张姓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，涉嫌酒后驾车未能顺利转弯，撞上人行道及入树后冲破栏杆，摔落麻园头溪。警方初步判断，查甫人可能是因为啉烧酒驶车，经过这个弯的时阵未负减速，才会直接冲起了人行道，弄到护栏甲树瓦栽落大排。后续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